扯出了这一段这个恩师情，哇，好感人啊，可以拍电影啊。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这说来话就长了。不过呢，我可以说一些简短一点的、重点一点的嘛。其实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如果说这个更尬之前呢，肯定要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来到成都。我应该是大概是在80年代末吧。80年代末来到成都以后呢，就我在成都第一个人在打拼嘛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就是藏族的唱流行歌曲的几乎没有，可以说几乎没有，很少很少。那么在内地到内地来发展的，我现在感觉啊，应该当年来说的话，应该我是第一个，知道吧？来到都市里面啊，第一个，因为那个时候都市里面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娱乐场所叫夜总会，这个我估计你们也听说过嘛。其实在这个夜总会里面我也跑场嘛，最后拍了《向往神医》以后呢，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中期吧，大概中央电视台就慢慢就开始做一些这个歌手比赛的一些大赛。那么这样以后呢，这个歌手比赛的大赛呢，就慢慢就传遍全国嘛。然后呢，就什么州里面啊、县里面啊，也开始搞一些这样一些小型的活动嘛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在成都的话，经常跟老乡聚在一起嘛。后来这个我一个老乡跟我说是德格，就是我们家乡啊，就是他的家乡。说在举办了一个歌手大奖赛。有一个他是阿须区的嘛，就是格萨尔出生的那个地方啊。他说有一个阿须的一个小伙子，是拿了1等奖。哎呦，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也在唱歌嘛，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藏族唱流行歌曲的，确实是几乎很少很少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显得比较孤独嘛。那么家乡听说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歌手获得1等奖啊，那我也挺高兴嘛。但是呢，就是他们说他唱的好的标准啊，当然还不行，对吧？我必须得要听。那个时候还比较稚嫩啊。对啊，就是我要听好多人说才行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就问了很多人，以后呢，他们都说不错，这样以后呢，有一个机会，我就回老家了嘛。那么回老家以后呢，我到了老家以后，因为老家我朋友很多嘛。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后来又聊起他了。我就问他们，我说，听说有一个根嘎啊，在这里获得1等奖，我说唱歌怎么样？他们觉得，他说唱得不错啊，怎么的？哦，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他已经回家了嘛，他该干嘛干嘛，该放牛放牛，该放羊放羊，对吧？所以他就回去了嘛，因为他不在德格嘛。这样以后呢，我就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在这个德格旅行完了以后，我就回成都。回成都呢，就是翻过雀儿山以后呢，那里有一个叫马里干戈的地方。一般我们这个不管是出来也好，进去也好，都会在这里吃一顿饭。像个驿站一样，对，切个角。对，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吃一个午饭，大概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吃午饭这个地方呢，大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司机啊，都会跑到那一个餐厅里面去。那么我们经常去呢，就跟这个餐厅老板就熟了，就比较熟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他的那个炒菜啊、饭啊也比较做得不错。那么我就顺便就问了他一句，我说你认识那个阿旭的那个根嘎吗？我说你认不认识他？他说认识啊。他说他跟他们父亲是朋友。我说是这样的啊。随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他们家谁来到你这里来啊，到你这里来，我就给他留了一个口信。其实也不是信啊，就是给他留了一个口信，让他来找我。我说你告诉他，让他到成都来找我。就这样我就走了。其实这样一走以后呢，好几个月就过去了。其实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这个话隔了多久他来找你了，联系你了？具体我不是太清楚了，应该还是有那么1-2个月吧，差不多有1-2个月。这样以后呢，就在成都大概1-2个月，他父亲带着他就来了。
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小伙子肯定很稚嫩啊。哎呦，回想一下，当时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啊？老师说一说。我说实在的啊，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风就可以把它吹倒，就那么瘦啊？哎，是瘦小是吧？弱不禁风是吧？又瘦又小，然后呢就觉得，哇靠，这能唱歌吗？这个，反正一看就是特别的稚嫩，知道吗？很瘦，然后呢又黑又瘦，对。当然这个后来呢，这个他们就直接找到我家里来了。他们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些礼品啊之类的啊，他们不太会买啊。我记得他们买的那个礼品是医院看病人的礼品。这个两个乡巴佬，很朴实啊，两个乡巴佬进城嘛。所以呢，当然，这个因为这个觉得让儿子能够找上他自己喜欢。